歡迎嚟到我哋嘅學校，呢度係 STEAM 創意嘅搖籃，從科學、科技到藝術，我哋透過實作項目探索無限可能。今日等我哋一齊睇下學校嘅精彩課程係如何帶領我哋點亮未來。喺我哋 STEAM 專題學習入邊，我哋設計咗水資源電子濾水器，解決水污染問題。與其一起老，長者智能工具，關懷長輩生活。仲有智慧城市項目，使用 Merge Cube 以科技改善社會問題。我哋平日仲有 Microbit 加 AI、Lego Redo、Lego Spike、3D Printing、AI 繪本等課程。喺課堂上，我哋戴上 VR 眼鏡，瞬間穿越時空，漫步於宏偉嘅萬里長城，甚至能行到國畫大師齊白石身邊，近距離觀看佢如何揮毫畫蝦，彷彿與歷史及藝術進行咗一場深度對話。學校仲打造咗專屬嘅 VR 虛擬藝術館，喺潛移默化中培養咗我哋嘅人文素養與審美能力。喺剛過去嘅11月20日，學校舉辦咗閱讀 STEAM Day， 全校沉浸喺知識海洋。中文科探討光與影的奧秘，英文故事 The Very Hungry Caterpillar 激發想像，數學科嘅多角錐 3D 全息投影器帶嚟視覺奇觀，仲有 STEAM 閱讀講座同各種攤位，讓學習充滿樂趣。除咗主題式學習之外，學校亦都為我哋提供咗多元嘅 STEAM 資優培訓課程，例如翱翔天際嘅無人機校隊，擅於設計巧妙裝置嘅機關王校隊，同埋最叻砌未來機械人嘅 LEGO 機械人校隊等。呢啲同學喺各大比賽中屢獲殊榮，表現得非常出色。展望未來，我哋仲有更多精彩嘅項目正蓄勢待發。MacDog 機械狗、VR 虛擬繪畫課程、太空種植計劃，誠意邀請大家一齊探索呢個奇妙嘅